繼續來看，咱台灣甲立陶宛自早有咧往來，不過雙方的經濟合作談判6月時說，因為因的政府改組有先暫停。即馬新政府就任嘛強調講，咱雙方已經拍算要重新談判，對台灣的立場未改變。總統賴清德親自頒授大綬景星勳章，表彰日本台灣友好議員聯盟會長古烏圭司深化台日關係的貢獻，也表示期待未來台日繼續聯手合作，為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和繁榮做出更加多貢獻。不論國際局勢如何變化，台日永遠是彼此最溫暖的依靠，最堅實的夥伴。台灣和日本將繼續攜手合作，促進彼此的繁榮和進步。也為印太的和平穩定與繁榮做出更多的貢獻。古圭司今年4月因為幾擺訪台，互中國制裁，包括禁止入境加沒收佇中國的私人財產。也不過伊講制裁對伊來講攏無影響，唔驚中國制裁。佢一擺表示挺台立場。理由は再三の警告にもかかわらず、台灣を頻繁に訪問しているとのことですが、中國は台灣とは一つの中国と主張しており、完全に論理矛盾しています。そして私は中国には一切の財産は所有していませんし、また中国訪問も予定していないので、何の影響もありません。深化甲民主會談聯手合作，台灣甲立陶宛經濟合作談判6月因為立陶宛政府改組來暫緩。隨新政府就任，立陶宛外交部透露，已經甲台灣重啟經濟合作談判，佢表示立陶宛對台政策立場維持不變。台立雙方目前持續就經濟合作行動計劃進行磋商，我國政府重申與立國政府攜手深化兩國經貿合作的決心不變。咱國外交部表示，台灣甲立陶宛是共享民主自由理念價值的同伴，咱國會繼續推動深化甲立陶宛各領域實質合作，以共同強化兩國民主經濟韌性。記者綜合報道。